你哋好，歡迎大家收睇早安的療癒星球頻道，多謝你哋嘅支持、訂閱、收看。今日係2026年嘅6月18號星期四，天氣嘅預測係有狂風雷暴啦嚇，又有驟雨啊，雨勢都好大啊嚇。咁而家係黃雨啊嚇。咁如果端午節嚟講呢，亦都係風勢好大，亦都有幾陣雨嘅。咁下晝亦都有陽光啦嚇。咁而家嘅天氣呢，其實都開始暗啦，有雷暴同埋有黃雨。如果屯門區啊、新界區啊、元朗區咧，雨勢都特別大啊嚇。咁就大家要小心出外啦，去翻一啲嘅安全地方啊。咁如果翻工前嘅話咧，就記得留意翻帶翻把遮嚇，因為都有啲係水浸啊，亦都係有大雨嘅提示啦嚇。天氣提示啊！嗱，而家呢一個畫面咧，係天花板嚟嘅，係啊。咁我就唔想影我正面個樣啦嚇，因為啱啱瞓醒啦嚇。咁就其實都睇到一啲嘅娛樂新聞啦，就想去傾下嘅。咁就嗱，見到咧娛樂新聞啦，都想咧睇翻啦一個嘅兩單嘅娛樂新聞嚇，咁其實都係關於翻一個健康啦，同埋一個女性嘅獨立啊嚇，咁啊想去傾下嗱。第一單呢，就係阿張雨晨啊嗱，因為咧腎石咧呢一個嘅尿道啊塞咗尿道，咁就緊急入院去做手術。咁其實我睇到佢一個嘅影片啊嚇，非常之即係見佢真係好痛係啦。咁就嗱，雖然唔拉更嘅兩條嘅娛樂新聞嚇，但係都想去分享下。嗱，張雨晨先啦，咁佢咧喺6月16號咧凌晨啦，因為個腹痛啊，就劇痛啊，緊急呢個嘅送院啊，其實就攤咗喺醫院大堂度梳化啦，咁要有人扶先扶到啦，之後就坐輪椅啦。咁原來係一個嘅急性嘅腸胃炎啦，加一個腎石啊，雙重嘅打擊啊，咁呢一個嘅腎石啦，因為一粒嘅腎石咧就啱啱移咗位，咁而咧塞咗呢一個嘅尿管，咁就引起一個嘅嚴重嘅劇痛。咁佢形容咧，從未係試過咁痛楚㗎。其實聽到咧都覺得好痛啊，因為咧嗱好彩啦，其實佢係做咗呢一個嘅1個鐘頭嘅小手術，醫生就話成功啦，已經係冇事啦，好快就可以出院。咁啊張雨晨咧仲話啦，大家啦擔心啊嚇，唔好意思啊，令到大家擔心，唔好意思嚇。咁作為粉絲咧，其實見到佢咁樣咧都會放心啲嘅。因為咧講起腎石咧，其實都想去講下點解會有腎石咧。其實腎石咧其實有好多原因啊。第一可能係飲水唔夠，咁因為嗰啲尿液濃度咧太過高啦嚇，咁所以啦嗰個叫做啲咩結晶咧形成咗啲好似石頭咁樣啊，啲礦物質啊結晶啊形成咗石頭，咁同埋一個嘅飲食習慣，可能係食得太多鹽或者太多蛋白質，太多一啲嘅草酸，例如係菠菜啊、朱古力，咁或者又係啦，家族可能係遺傳啦。如果屋企人曾經有腎石嘅話咧，風險咧就可能會高啲啊。咁我都係咧上網去睇嘅，都想了解翻點解究竟有腎石，咁就喺度睇，原來有個原因就係咁樣嘅。咁亦都可能係咧出汗啦多，但係飲水少，尤其是夏天啊。出汗多，但係可能咧唔補充水分啊，咁就好容易會生石啦。咁點樣可以預防到腎石咧？就係每日啦，可能要飲大約8杯水啦嚇，咁減少一啲嘅鹽分啦嚇，咁避免食一啲嘅草酸嘅食物啦，例如菠菜啊、堅果啊、朱古力啊嚇，即係唔好食咁多咯。咁若果突然間真係可能腰痛、肚痛、小便有血或者可能想嘔咧，真係要睇醫生嚇，真係要睇醫生。咁張雨晨咧今次咧就及時發現、及時醫治係非常好，咁亦都冇拖延到啦嚇，咁亦都咧如果再拖延嘅話咧，可能咧機會嚴重啲啦。咁好彩佢一痛咧，就即刻去睇醫生啊，尋求醫生幫助。咁都希望張雨晨啦，好好去休息，康復咗之後咧，咁可以咧再去唱歌啦，聽佢唱啲歌啦嚇。咁亦都去出鏡啦嚇。咁到陳自瑤啦。睇到娛樂新聞啦嚇，就話咩換廁所板咁樣嚇，咁講翻呢一單先啦嚇，又話咩貼地女子漢嚇。唔係，sorry，貼地女漢子冇男人都一樣得嚇。咁因為咧，陳自瑤咧就近日咧自己換個廁所板，就可能係拍片放上網。咁我冇睇到㗎，我睇娛樂新聞啫。咁就網民就大讚啦，貼地女漢子啊嚇，冇男人都一樣得啊。咁佢話咧，本來其實都想揾師傅咧安裝嘅，但係心血來潮，上網咧就睇啲視頻啊嚇，咁就話學點樣裝。咁原來咧其實咧一直都唔識嘅，以為好難。其實咧冇佢一樣咧想像中咁難。
難啊。咁我睇完咧都覺得佢好叻啊嚇。其實女仔自己換廁所板、換燈膽、整下啲屋企嘢啦，有咩問題咧？咁有網民就話咧，冇男人靠自己都一樣得。咁呢一句説話咧，唔係話男人冇用啊嚇，而係話咧其實女士啦都可以去獨立㗎，即係唔係話一定要去靠男人嘅。咁當然啦，嗱我自己咧就冇試過自己去換過廁所板，但係燈膽咧都有嘅，即係咁樣擰嗰啲咧嚇，咁整下啲屋企嘢咯嚇。咁你話譬如深入啲嘅，即係可能咩冷氣機突然間滴水咁樣，咁你叫我整咧唔識啦，因為我唔係師傅嘛。咁亦都係可能係突然間咩洗衣機停咗喎咁樣，咁我咁你咪可能又係壞啦，又要再換啦嚇。咁自己就未試過啦嚇，咁凡事咧有啲嘢咧都可以嘗試下嘅，亦可能啦嚇，冇想像中咁難。但係當然啦，如果屋企有個男人喺度，咁等係揾個男人換啦。喂，邊個同我換咗佢嚇？咁樣啦嚇，咁個男士都會去幫你嘅嚇。咁如果冇嘅話咧，女士咧亦都可以去搞掂嘅。咁所以咧，我覺得咧，陳自瑤咧呢一種咧靠自己嘅態度啊嚇，其實都好值得去欣賞啊。因為咧，其實我自己睇完呢兩單新聞咧，亦都想去分享。第一，健康咧係好重要嘅，好重要。真係身體有咩唔舒服，唔好去拖，要去睇醫生。真係，亦都係可能天氣熱啦，而家好翳焗，真係飲多啲水係啦。飲多啲水。第二咧係乜嘢咧？睇到陳自瑤啦單新聞咧，我覺得女士啦其實真係可以好獨立㗎，即係好似陳自瑤咁樣換廁所板，證明啦女士啦係可以去靠自己，唔係話唔需要男人，而係你有能力，亦都可以去照顧自己嘅，即係女士方面嚇。咁粉絲嘅關心咧，亦都好重要啊！因為可能張雨晨啦一出事啦，粉絲咧係即刻好擔心，亦都去希望好好休息啦嚇，好好休息啦。因為最後都想講啦，健康冇咗，乜嘢都做唔到嚇。獨立嘅態度可以令到你更加有呢個嘅自信啊嚇。咁希望阿張雨晨就快啲去康復，亦都阿陳自瑤啦做翻自己嚇，做翻自己。係啦，好多嘢都係可能係譬如自己識做咪做咯嚇咁樣咯。咁你哋有冇試過咧？自己喺屋企咧換下啲屋企嘢咧？咁亦都有冇試過曾經係生過嗰啲神石嚇？咁都可以去留言分享。咁雖然咧嚇呢一條片咧就簡單，即係簡單去分享兩條嘅娛樂新聞啦。亦都多謝你哋咧用幾分鐘嘅時間去收聽呢一條嘅影片。咁多謝你哋去睇到呢度，下條片去再傾過，再見咁多位，希望你哋可以有個讚好，留言分享下你哋專業嘅意見同埋態度嘅，或者有啲咩想去傾啊留言啊，咁啊照留咯嚇。多謝你哋收看啊，唔好介意，咁可能我條片講得甩咳，唔係好順暢嚇，唔好介意，純粹係分享翻啫。多謝晒你哋，最緊要健康最重要啊嚇，多謝晒每一位收看。